号称蚊虫的克星啊，那种味道，这个植物的叶子的味道，可以赶蚊子，也可以抹芝麻油啦。草地状元的影片呢，黄西田先生就抹那个芝麻油，抹芝麻油啊，万麻油、蛇麻油啊，也是很有效的。蚊子也是怕那个芝麻油的味道呢，这种草这种植物有味道，特殊味道，蚊子也会害怕的，讨厌那种味道。农作物驱虫呢，也可以用那个耐烷的草